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次嘅好書分享，想同大家分享呢本中國傳統美食文化故事。呢本書呢係由唔同嘅作家呢集結咗一啲呢中國傳統美食嘅文化故事，包括有湯圓啦、粽子啦、月餅、麵條、烤鴨同埋中國茶等等嘅文化故事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烤鴨啦，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北京烤鴨咧？我哋而家就一齊嚟睇下佢嘅起源同埋佢嘅一啲特別嘅學問啦。故事嘅一開始係發生喺北京嘅一條古老嘅胡同入邊喎。故事主角嘅小女孩，佢嘅祖祖輩輩咧都喺鴨班入邊學藝嘅。佢嘅爺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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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係烤鴨師傅嚟嘅喎。當然啦，呢個小朋友嘅爺爺咧都係烤鴨師傅。呢個小女孩咧叫做半鴉。呢個半鴉嘅名咧係爺爺幫佢改嘅喎。因為咧佢爺爺每一日都同鴨仔打交道，就幫佢起咗呢一個近似嘅名啦。呢個小女孩好鍾意呢個名，都好鍾意佢爺爺講呢鴨班嘅故事嘅喎。喺爺爺講故事之前呢，佢成日都飲一大啖嘅茶，去清清佢嘅喉嚨嘅喎。佢話俾小女孩知，第一隻嘅烤鴨係喺皇帝嘅屋企入邊出現噶。明朝嘅開國皇帝朱元璋特別鍾意食鴨，南京嘅廚師呢，就用盡晒所有嘅心思去研究唔同嘅做法，後尾就發明咗烤鴨啦。咁呢個小女孩呢，就好好奇咁問啦：朱元璋屋企嘅鴨係咪仲好食過北京烤鴨噶？佢嘅嫲嫲就話啦：傻妹，先有南京烤鴨，再有北京烤鴨噶。朱元璋嘅仔朱棣做咗皇帝，將佢嘅首都由南京搬到去北京，又將烤鴨由南京帶到去北京，咁跟住先有咗北京烤鴨。喺北京呢，有個說法噶喎，七八九唔食鴨，係因為呢夏天嘅鴨太瘦，烤出嚟呢唔夠脆。臨近夏天嘅尾巴嗰陣呢，幾位老街坊呢都想食隻烤鴨喎，佢哋成日都會揾呢個小女孩嘅爺爺捉棋。佢嘅爺爺呢係成個胡同入邊捉棋嘅水平係最差嘅，平時呢根本都冇人肯同佢玩。呢個時候呢，爺爺就不慌不忙咁講：快噶啦，快噶啦！秋天之後揀一個大晴天，我請客。小女孩聽到之後呢，大大啖吞咗啖口水。佢都好想食烤鴨喎。今日呢係立秋喎，有兩件事呢令到小女孩非常高興。第一件事呢，就係佢嘅爺爺呢要請大家食烤鴨。第二件事就係佢嘅爺爺呢同意俾佢入後廚房去參觀喎。一大朝早，前堂餐廳嘅位置呢都仲係靜悄悄嘅喎，而喺後廚房嘅位置呢，呢一日嘅重頭戲已經開始啦。首先，爺爺呢已經開始點火咯喎，佢哋用嘅烤爐嘅火呢着咗100年。前一晚嘅晚上營業結束之後呢，鴨班嘅師傅呢會將爐入邊嘅炭火集中埋一齊，用一個呢爐蓋冚住。朝早將爐蓋一打開，木炭就會着返噶啦。然後佢哋就添上一啲新嘅柴枝，普通嘅柴枝係唔得噶喎。一定要用棗木、梨木等等嘅果樹嘅木頭，烤出嚟嘅鴨呢先有果香味嘅喎。除咗小女孩嘅爺爺呢，鴨班其他師傅都忙緊喎。同學仔，望到呢幾幅圖畫，你哋估唔估到鴨班嘅師傅喺度做緊啲咩呢？以下呢幾幅圖畫，邊幾個先係正確嘅步驟呢？正確嘅答案，我哋稍後再喺本書度揾返出嚟。因為呢，而家啲街坊呢已經陸陸續續嚟到咯喎，喺堂食等候食鴨嘅客人呢都越嚟越多。大多數嘅客人呢都唔會就咁坐喺度噶喎，而係呢圍住呢個烤鴨間呢喺度望噶喎。喺烤鴨間入邊，小女孩嘅爺爺將一隻又一隻嘅鴨
接連不斷咁放入烤爐。雖然叫烤鴨，但係啲火呢唔會直接烤到個鴨噶喎，火苗呢只係會烤爐嘅門口發揮住熱量。喺北京呢，有兩大門派嘅烤鴨派噶喎，分別係掛爐烤鴨同埋悶爐烤鴨。如今呢，兩者嘅代表分別係全聚德同埋便宜坊喎。你估下小女孩嘅爺爺去做嘅派別係邊一派呢？冇錯啦，呢一個呢就係掛爐烤鴨啦。值得一提嘅係呢，廚聚坊嘅掛爐烤鴨技藝同埋便宜坊嘅悶爐烤鴨技藝都已經喺2008年入選咗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咯喎。我哋一齊嚟望下呢兩種烤鴨嘅分別啦。掛爐烤鴨係開住爐門嚟烤嘅，悶爐烤鴨就關住門嚟烤。掛爐烤鴨一定要望實個爐，先望咗一陣間，佢嘅爺爺呢就已經冒出咗一層層嘅汗珠咯喎，連啲帽邊邊都濕晒咯喎。悶爐烤鴨就因為睇唔到隻鴨，全靠師傅呢根據經驗呢去把握個火候噶喎，一個唔小心就會好易燶咗噶啦。一隻鴨要烤上一炷香嘅功夫，摸爐嘅時候一定要眼明手快。對於鴨班嘅師傅嚟講呢，烤一隻鴨唔係啲乜嘢難事，將一爐嘅鴨甚至兩三爐嘅鴨烤好呢，就唔簡單啦。一爐可以烤18隻鴨，兩爐可以烤幾多隻呢？三爐又烤到幾多隻呢？我都唔係好計到出嚟啊，你又數唔數到呢？烤鴨嘅美味呢，就唔需要多講啦，而庖丁解鴨嘅過程呢，更加令人大飽眼福喎。因為呢，當烤鴨出爐嗰陣呢，廚師呢就會推住一架小車過嚟啦，用薄薄嘅刀刃呢，將啲鴨肉分成一片一片。小女孩嘅爺爺呢，可以喺短短幾分鐘入邊將一隻鴨片出百餘片嘅肉片喎。你哋嘅爺爺做唔做到呢？食烤鴨都原來大有學問噶喎，係胸口嗰一塊嘅皮呢，又酥又脆，好適合呢飲白糖嚟食噶喎。食到嘴入邊呢，就好似棉花糖一樣，一眨眼就融化咗啦。鴨脯上面嘅肉呢，就最肥嫩啦，佢嘅爺爺呢，會將佢片成柳葉嘅形狀，叫做片條，專門呢攞嚟捲住啲餅嚟食噶喎。鴨體上面嘅肉呢，最好嚼啊！小女孩嘅爺爺呢，會將佢呢片成杏葉嘅形狀，叫做片片。幾片鴨肉點埋啲醬，再用荷葉餅一捲，真係好味啦！烤鴨呢，全身都係寶貝嚟噶喎。食完鴨肉，鴨架呢仲可以做成鮮美嘅鴨架湯，又可以做成呢香酥鴨架噶喎。正宗嘅北京烤鴨呢，要用正宗嘅北京填鴨，咩意思啊？玉泉山一帶呢，係專門俾皇帝養鴨嘅地方噶喎。呢啲鴨仔從小食嘅就係皇糧，飲嘅係山泉水，烤出嚟嘅點會唔好味啊？所以呢，北京烤鴨嘅美味呢，由古至今都吸引住好多人去品嘗噶喎。唔知聽完分享之後，你又有冇流晒口水，想一齊食返隻北京烤鴨呢？喺呢本書入邊，佢仲會附有一啲飲食嘅小百科，例如佢話俾你知一隻優秀嘅北京烤鴨有邊啲特點噶喎，又會話俾你知除咗烤鴨之外，鴨子仲可以做成啲乜嘢美味嘅餸菜喎。最重要嘅係，佢會提供一啲小貼士俾你噶喎。例如呢，烤鴨係比較油膩噶喎，咁點樣食先會冇咁肥膩，食得更加開心呢？又或者點解我哋要去一啲出名嘅餐廳度去品嘗美味嘅北京烤鴨，路邊嘅攤檔我哋唔可以品嘗呢？如果我係一個人去烤鴨店度食烤鴨，又冇可能一個人食晒成隻烤鴨，咁應該要點算好呢？喺呢本書入邊呢，你通通都可以揾到答案噶喎。除咗烤鴨之外，你仲可以領略到中國茶啦、麵條啦、月餅、粽子同埋湯圓嘅
飲食文化同埋啲小貼士喎。大家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學校圖書館揾到呢一本中國傳統美食文化故事，一齊去了解一下中國傳統美食嘅文化咯噃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多謝晒，拜拜。